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要介绍的是咱东山的这个休闲农业区哈。那么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这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那个是纸牌，它这个是咖啡牌，它这是什么？虎皮的米糕，龙眼米糕，眼神。手提的营养技能歌，每日市长8月10号出现在东山咖啡文化馆。含着东山农会总干事余淑琴、区长董丽华在地休闲农场含着咖啡业者，向在场记者介绍东山正着是的营养，也有搭配着土窑肥皂料营养馆的养生料理。另外，就是这杯营养咖啡。我们给市长掌声一下，马上现成手做咖啡哦，这是没有咖啡因的龙眼咖啡。说各位好朋友，可以来台南。来台南的时候，先来东山走一走，品尝一下咖啡，心情调试一下，然后喝个蜂蜜，吃个龙眼干，吃个很好吃的这些在这个配几啊东山鸭头，按你再回我，一定绝配所以说用光你的3倍券，然后接下来在下一站后再去用现钞也没关系，那欢迎进来台南消费，通通都可以抽。这个房子哦。今仔日同时也是东山休闲农业区推动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郭亚聪就讲，东山有好山好风景，农特产品也是大出名。有阮的东山咖啡，有阮的东山营养，还有阮的青培碰柑，这种是咱遮有做有特色的物件吼。如果后摆有机会当成立这个休闲农业区，我希望。会当活化农村以外，会当吸引咱少年的，会当倒来返乡来做事，因为少年的有愿景，未来才有希望。东山的营养种植面积有3769公顷，种植的面积含着产量拢是全国第一。农民寄望透过着休闲农业区，互东山农业升级，同时拼出东山的这块招牌。东山休闲农业区赞不赞？赞！讲到东山吼，我会记得咱进前几礼拜吼，咱有介绍东山的这个火龙果啦吼。那么除了讲这个火龙果以外，咱知影东山还有出产吼，像这营养啦吼，还有东山的咖啡嘛足有名吼。尤其伊即马伫美国吼，讲有足侪协会拢甲伊认证哦吼。那么讲到这农产品，当然啦吼，咱这农民因种植的这个当中非常的辛苦咱市长吼，伊是这个龙推系吼，台大这个龙推系啦吼。那么对着吼咱的这个农民，因的种植吼，伊嘛希望讲吼，互咱的这个农民，因的种植的这当中吼，除了讲丰收以外吼，佫会当互因吼，佫较济的这个经济价值啦吼。尤其是吼，咱农业局的这个局长谢耀清局长来的时阵哇，真的是吼，就是如虎添翼吼，两个人并肩作战吼，要互咱东山的这个农业吼，会当互佫发展了佫较吼，人啊精彩吼，佫较济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价值。所以吼，咱即马有规划这个东山的这个休闲农业区哈。那么这个东山的农业区呢，伊到底内底的内容是虾米货哈？要安怎来提升哈，提升咱东山的这个农业，互咱的东山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价值更较悬的哈。咱今日邀请到咱农业局农会辅导科科长，咱郭德伟科长，要来跟咱乡亲朋友来做介绍哈。科长你好。主持人好。是。我是迄个台南市农业局农会辅导科科长郭德伟。是，那么很多人讲的这个东山休闲农业区啦，吼，很多人有讲嘛，吼，就是讲咱农民咧种植这农产品哦，说实在的，因足辛苦的吼，因为想看嘛日头中吼，等迄个较种迄个遮尔济这农产品啊，吼，非常的辛苦。你若讲要摕去迄个菜市啊，还是讲摕去水果摊，摕去销售的时阵，其实吼，这个当中因的利润并不高吼。我想呢，我知影讲吼，咱市长吼，伊是农推系吼，伊都希望讲，甲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吼农民因所种植的这个农产品，会当互因增加因的这个经济价值吼。当然要互伊经济价值更加提升的话，也袂使讲吼，甲这个物件卖较贵，安尼就是整体提升嘛吼。一定爱个
加值哈，伊的迄个更丰富哈，吼，伊的内容更丰富，所以吼，咱知影讲吼，这现在在筹备的这东山的这农业区哈，伫这当中哈，是毋是嘛？请吼，咱科长先甲咱做一个介绍。咱会想要推休闲农业区吼，最主要咱拢知影农业做农业做辛苦的吼，所以农业区会当互咱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物件吼，除了讲卖以外，咱会当用另外一种形式互伊价值。咱拢知影物件菜市仔买着啊，其实无啥物，可是你若真正有去现场看人安怎栽，甚至家己去办，家己办的水果上好食。对所以我们来推休闲农业区，而且现在的小朋友拢是多期我定咧讲一句，人家囡仔讲往来生伫往来树顶管，一定来讲对。其实往来咱拢知影，迄伫对涂骹往来长出来，囡仔唔知影所以你真正带囡仔来庄骹来农民看，来农田看卖吼，那囡仔他才会感动，珍惜，会感动才会珍惜，才会有意愿来玩农业，尤其现在我一直觉得很应该重视一点，在小朋友的心中种下一颗农业的种子。对，因为吼，像哈拄仔咱科长讲的啊，即摆囡仔吼，伊生伫这个都市丛林，有的人吼规工住伫迄公寓内底，根本连外口都无出去啦吼。那么吼，讲到这哈拄仔你讲的往来方式，顶咧树仔顶吼，迄个切啊可能嘛是丢在切啊顶吼就是对这种农产品来讲哦，有是做陌生的啦吼。这个陌生的这个当中，当然啦，伊若是伫这个当中吼，妈妈煮互伊食啦，或者是讲吼买水果互伊食，对他来讲无感情啦吼。所以呢，伫这个当中吼，他不会去珍惜。那么如果你若有机会，互因带因去这农田里面去欣赏一下去参与一下家己去办我就感觉讲，哈拄仔咱科长讲一句话做重要，就是讲家己办的真正加做好食。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树上长的，你如果给它摘下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特别想要去吃。等到买来放里遐放几六天有人家等你遐。跟烂去都无要食咧但是很奇怪，你自己摘的就是特别的甜美那么伫这当中我知影讲东山啊，拄我有讲莹莹。即摆莹莹去做莹莹干搁有咖啡即摆东山的咖啡嘛著名啦我咧想这部分咱科长一定做专家，甲咱介绍一下好无？好，咱东山伊个因为伊的生产条件对平地到关山差不多1500公尺的海拔所以伊的农产品相当丰富对1月开始咖啡。这过来，咖啡差不多到3月4月，开始了火龙果上市然后咱的奶鸡就接得出来，来奶鸡了差不多8月7月就营运了出来来9月开始丝瓜，丝瓜来出来，来到年底洋香瓜啦青皮碰柑，尤其咱台南上对青皮碰柑也拢出来来就是一个循环。所以咱迄个东山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差不多一冬四季每一个月拢有伊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农产品出来了所以呢，咱来发展咱这个农业区的话会当互咱的民众来到这个所在，每一个月份每一个季节拢会当看到无同款的这个农产品啦那么伫这个当中伊佫具备什么种的条件？咱的东山咱拢知影，我较有讲伊对平地到山顶拢有所以伊的平均的气温伫15度到24度然后伊的悬度，尤其山顶的悬度伫咧300到1500公尺所以伊生产的咖啡捌着美国咖啡协会评鉴亚洲的第3名全亚洲的第3名，做不简单。这东山的咖啡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它的那个知名度打开了印象当中好像以前没有种咖啡，为什么我们会种咖啡啊？东山的咖啡其实从民国90年开始伊就开始咧陆续推出，但是早期真正地苗都还无够所以推出上非常有点艰难辛苦啦那这几年慢慢
知名度逐渐打出来了哈，所以东山咖啡就是咱本土上好食的咖啡。因为以前咱那咧啉咖啡，什么蓝山咖啡啦、巴西咖啡啦，吼啊，这几档开始吼，咱有什么东山咖啡吼，好像毕竟伊的这个知名度吼就打开来之后，我会记得有当时去朋友遐吼，啊朋友都会甲我讲，我这东山的咖啡，可见吼，咱这个东山的咖啡已经吼深入人心啦吼，大家拢对着这个东山的这个咖啡已经有伊的品质，吼有一个吼已经有一个算讲有一个品牌啊吼，所以吼对于这个东山咖啡的时阵，大家拢吼算讲伊是吼，互咱感觉讲吼有品牌的吼。尤其东山咖啡上难得的吼，伊是本土的一个品牌，吼，绝对无去偷揽到进口的这咖啡豆啊，拢尤其咱的咖啡农吼，一粒一粒安尼去采收，去去烘焙，去安尼出来吼，所以伊的成本相对有较悬，但是伊的品质也上好。讲真啊，我个人吼，啉东山的咖啡袂生气。哦，啊，咱拢定啉咖啡会生气吼，但是你是烘焙的关系，还是伊品种的关系？品种也有关系，那烘焙当然有那有关系，嘿，这两边相互影响的啦。所以迄个这有人吼啉迄个咖啡，就是有迄个后遗症，就是心悸吼。但是啉那这个东山咖啡无这种吼后遗症啊吼。那么讲到这个咖啡料，咱个讲啊，转来咱的营养吼，这营养吼是真细汉吼，我们就知道吼，在东山的这个营养很有名啦吼。啊，一讲吼，咱今嘛要讲的这个就是讲吼，咱东山的这个营养，伊整个产业这个状况，啊，佮有伊吼，比如讲伊成长吼，栽种的这个过程。甲各位报告吼，东山的营养吼，差不多一张营养对栽了到要开花要结营养，爱5-6天以上。哦，这么久哦。所以农民真正无好赚，这5-6天伊拢无收入，拢无收入吼。所以咱问讲哦，哪遮贵吼？其实你也想看，那咱5-6天拢无收入，你个会话贵嘛吼？所以这个爱先甲各位报告吼。然后咱那营养吼，其实伊开花是爱看天气。所以伊是一个标准看天气食饭的一个产业啦吼。因为派宽带。对，然后那咱台南啦吼，差不多开始开花伫咧3月下旬开始，吼啊到差不多7月下旬7月差不多营养早生的营养差不多出来。那真正大生是8月，是8月营养开始就大生吼。那差不多9月还有另外一批较晚的，吼，所以说咱要食营养是。8月、9月，这就上着是。那么讲到这个营养啊，吼，人讲较补，啊有人讲较少，吼。那么到底吼食营养伊好处是啥物货，啊歹处是啥物货？咱营养吼，咱拢知影，伊是一个较温补的水果啦，吼。那伊的糖类、伊的蛋白质拢做丰富，上盖难得是伊铁质做丰富，啊铁质丰富，所以对补血，吼，所以咱迄个一寡。妇女朋友吼来食营养，这是上适当的。吼啊，尤其营养吼，咱拢知影青椒啊，扛迄个韩国吼，咱的营养瓜，这是无共的风味，完全不同的风味。那么吼，这个营养啦吼，就是做营养瓜，咱真细汉大家拢知影吼。啊，营养瓜很香吼，啊，营养瓜吼，伊嘛当去做足济这个料理啦吼，做什么米糕啦吼，啊是讲吼做其他的这个一寡吼这个。料理啦哈，那么东西就好的一个哈，它的一个材料。那么东山的这个营养哈，人家说有一种是用机器的，一行的啊，咱东山公是用，好像是说用那个营养茶来去烘焙。那么这当中有啥不相像？咱用机械烘的营养瓜吼，伊容易有这味。哦，吼啊，所以食起来口感就无迄个。用迄个营养茶所土窑所焙出来的营养瓜遐好食吼。那咱东山几乎8%-90%以上拢是那个土窑焙出来。那因为土窑焙出来的吼，营养瓜吼，伊香味足好，但是足费人工。是安那？一杯了。上少5天到7天，啊，5天到7天拢爱顾伫迄个土窑诶，所以因拢爱伫土窑边啊吼，一个料啊，暗时啊，还是2-3点钟久，就爱起来削一解迄个营养瓜，因为咱拢知影咧烘嘛吼，用，那就咱整伊爱冰冰，对，爱冰，嘿，对，啊，所以吼，
2、3点钟一定要睡，一定要歇一觉。嘿啊，所以吼。暗时啊都无法度好好休困。咱伫这点就知影讲农民非常的辛苦对啦吼。那所以咱市长一直想要互咱的农民伊的收入更加好啦吼。但是这个当中吼爱互民众了解，啊无民众买这个营养官等于感觉讲啊你这卖遮贵，其实伊毋知影这过程是非常的辛苦吼。迄流汗买流偌济啦，尤其是热天这个时阵，哇去迄个窑边吼下火，恁伫恁兜咧吹冷气呢吼，啊因遮农民是伫遮咧下火哦，所以对因来讲，伊是非常辛苦啦吼。那么哈，就是讲，古年好像这个咱那个营养哦，采收好像比较不好，说这是偌久200冬较一届吼，这好像起码咱温室效应的关系啦可能跟气候有关的哦。那么今年好像这个情形就比较没有了，这是不是嘛？请咱的科长跟咱分享一下。我刚刚讲过啊，咱的营养会伫咧迄个3月开始咧开，所以营养会。咱想到，咱个联想到营养会蜜，龙眼花蜜那多好4月多清明的前后，多花营养会开了上水啊那这个时阵，咱的蜜蜂，多甲咱的蜂农多甲咱的蜜蜂放出来互伊去采收花蜜，所以造成咱的营养会蜜这边有那是会当互咱的东山的营养会蜜就已经上届对比。咱讲起来，咱全台湾来讲，营养会蜜嘛是以咱台南，那咱台南以咱东山的营养会蜜是上届优质的。其实伊这有阵种搭配个节气啦这生物就是叫人家免哪讲这么有的奇迹啦就是讲好像什么时节什么时阵什么配啊，什么种的这个好像咱咧。天公伯啊，拢安排好势啊，那么头拄啊，咱一开始就在讲咱东山的这个休闲农业区啦，讲到这个休闲农业区，当然头拄咱已经介绍咱休闲农业区内底可能有的一个产品比如讲火龙果啦、咖啡啦、银杏啦，还有咱的迄个银杏干啦，那么讲到这个休闲农业区，就是咱今嘛目前在开始规划啦，那么在规划这个过程当中咱预计啊，还会偌久会来完工啦，这个农业区什么时阵会当呈现互咱的民众？咱讲正规划一个休闲农业区，并无咱想的遐简单阮怎啊开始，咱爱先请迄个顾问团队来帮咱写一个计划书。计划书写了，毋是咱市长有晓，爱送去中央，互农委会去核定咱东山这边这个农业区、休闲农业区咱预计明年阮较紧。请公所这边来提计划，然后阮来整理一下来帮因修饰一下送农委会。那如果最快是明年底有法度定现出来，会当划定。因为那个整个流程这就是一个阶段。对。那么咱赋予这个农业区的这以来咱有什么种的内容有什么种？休闲农业区就是要结合咱整个咱这个区域内底的农业，包括咱的种植方面，像咱刚刚讲过咱的银杏啊，咱的咖啡啊，咱的碰柑啊，咱的火龙果的咱东山的农产品，加上咱东山最主要这咖啡业者，来民宿业者，甚至休闲农场的业者，对，来大家合力组成一个会当互民众来遮耍，因为咱东山咱有2个一个休闲农场会当仙湖休闲农场嘛我伫内底，那咖啡业者有20-30间，那会当互民众来遮体验。嘛当来插咱的咖啡豆啊，对无？无咱拢讲，咖啡豆人拢插好，咱敢入来到底安那算的？然后去买咖啡豆啊，反正足侪人啉一世人的咖啡，咖啡原豆生做安那，唔知。咖啡豆足水红色的，我今仔都无摕出来，因为未到因为是寒天较会熟，所以今仔无摕这个咖啡豆做，伊一粒蛮漂亮，红色的，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对半开了，要搁制作个咖啡，上加个半月。是，咱讲21世纪是知识爆炸的这
时代啦吼，就是讲你伫网络顶管哦，你可能会当去查到这个资料吼，就是讲啊，伊的过程是啥物货吼？他可能你家己去查网络吼，你拢会当去查到伊的过程哦，怎么样烘焙啊，什么？可是你没有摸过。对，你就是无家己去参与过吼，哦，比如讲好多咱课长讲的啊，你家己去烘焙啊，吼，啊，你家己去买咖啡豆啊，吼，你可能像好多咱课长讲的，你可能唔知影吼，迄咖啡豆是红色的，吼，那么这个时候你家己去买迄个咖啡豆啊，你知影咖啡豆一原底唔是咖啡色的，是红色的吼，那么红色的挽落来了后，你较个去。该参与哈，安那烘焙啦，还是讲像安尼荧光，他也可以参与去烘焙啊。那阵有机会吼，各位观众朋友啦，来东山吼，那阵差不多8月来东山，一开始咧北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来，我们也陆续推出哈这些的游程哈，让我们的游客可以接触到啊那背英歌哦，你也干嘛？你真正背了，你看看。啊，原来是这么辛苦哦！因为咱拢知影用英语查背起来，拢加减有 N 吼，咱拢见啊。目屎流，目屎滴，我都未想掉。目屎流，目屎滴。啊来咖啡豆啊，你若寒天采收落来，哦，光是咖啡豆有水洗啦，有啥物浆洗，有啥物迄钱啊足侪吼，迄连我都不一定捌的吼。那各个咖啡农其实因拢有因的撇步，看好甲因的咖啡豆啊由原豆。到咱的成品豆吼，当用不同的呈现模式吼，那制造模式，不同的风味。是，古早啦吼，我在想咱的时代吼，因可能用大灶咧煮饭，吼，用大灶咧炒菜咧煮料理啦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吼，因拢是兄茶吼啊，对你来讲吼，那个记忆应该是很辛苦啊，像多咱讲的目屎流目屎滴啊吼。但是今嘛若是叫因这人来算吼，因可能算甲欢喜甲。古早吼，逐工伫遐兄茶兄甲，做艰苦。因兄会拿骂，因兄会拿流目屎，因兄会拿感觉讲我哪会遮歹命，哪会遮可怜哦。但是今嘛有一寡时代，回味呢。对。哦，他来的时候，伊会当看到讲。啊，我甲你讲，我细汉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吼。甲伊的孙仔讲。对，然后呢，你就当开始讲啊，我阿嬷吼、阿公啦吼，我以前安怎啊，这个时候他们小孩子至少可以稍微去体会一下，阿公阿嬷因迄个年代吼是安那咧过生活的啦吼。那么对着这些小朋友、咱年轻人来说哈，嘛是互因去体验一下哦，你可能。有当时吼，听阿公阿嬷咧讲吼，听无呢吼。阿公阿嬷拢讲伊过去是安怎吼，但是你实际来体验，你就可以去真实的感受啦吼。那么伫这方面，我知影讲吼，当然啦，咱农业局啦吼，啊，咱市长咱农业局当然是对着市长的这个脚步啦吼。那么咱市长有啥物种的这个愿景，跟咱分享一下？咱的市长愿景，对农业的愿景吼，就是咱的。迄个安全农业友善环境吼，这上重要啦吼。那至于上重要，佫是为农民会当趁钱啊，对对。咱的农民若袂当趁钱，咱拢其他这种假的，要哪吸引新农人，这少年的一辈转来，这真正做无简单。因为阮农业局吼，虽然一直在说鼓励。这些年轻人回来务农，但是你敢鼓励来，你还保证人会当趁钱，对，至少他的温饱要不成问题哦。所以我们在引进这些新农人，我们其实农业局很战兢兢，生怕人家进来之后铩羽而归。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新农人这一块我们也非常谨慎。那我们在农业的农民的资金啊。土地啊、技术啊，甚至行销面，我们都会来做适当的辅导，甚至个案辅导。那我们呢，找我们农业达人，找我们的改良厂，找我们的相关的农政部门甚至农会来辅导他们。像现在我们新农人，我们台南市新农人有1465位。是，讲到这个新农人啊，我咧想，咱过去的农业有一寡断层啊，断层的原因就是讲做种田太辛苦的啊，所以咱即摆爱转型，咱即摆爱转型，不是较跟咱种植尔，而且咱透过咱农业局的这个辅导，咱的这个农业咧做的这个当中无像以前的这个农民咧做遐尔辛苦，用较科技的方法来带入着咱的这个农业内底，咱这新农人这少年人伊愿意做啦，无真正咱若
是断层的话，后摆啊，咱也食袂着眼影，也袂食袂眼影干，也食袂着火龙果，也食袂着碰柑，也袂着啉咖啡。而且，互咱的民众上重要，其实互咱的民众知影农业是安尼来，咱食到的物件是安尼，啊，有看到这物件，哦，因为这些体验、这些相关的体验活动、这些相关的那个 DIY 活动哦，会感觉农业原来没有这么简单，他才愿意付出比较合理的价格。对，每次咱买东西都是价格导向，就让它透明化啦。对，安尼看到，感觉哦，我应该人家这么辛苦，对，哦，啊无换你来做看卖啊。啊，对，所以吼，互因有参与的这个参与感，啊，过来就是讲，互因去体验咱农民的这个辛苦吼。那么在这个当中吼，大家就当有一个足好的这个交流吼。啊，头拄仔咱讲的新农人吼，我在想这个新农人的部分啊吼，因即嘛做了安怎，是不是嘛？跟咱分享一下。新农人，我举一个例子吼，咱北河有一个魏老师吼，伊本来伫校教册，台北的校教册，伊总要转来。那本来他都是种，柳丁啊，种那个麦吼，那现在逐渐转型为休闲农业，吼，那休闲农业，咱讲啥，捌办过一场控窑，哦，1000个人的控窑，哦，对于来讲，1000个控窑，那他的收入，就可能一两个月，但是说真的也很辛苦，因为他的前置作业其实蛮长，对，准备工作。那我收这侪钱，其实人的准备的过程啦，吼，农水啊，那对咱来讲，我们就很轻松的，那控也说真的，那咱偌久无控油过，那个疗愈啊，想一想，真的我们不知道多久没有，咱小时候那些，可能你妈妈控油过，控也真的很少，对，但是如果说。因为透过这样子，让小朋友知道，控油谁这样呢？上面活动谁，甚至在果树里面寻宝，你都没想过，那掠鸡啊，中华囡仔拢唔捌算过啊。是。那么今仔针对咱东山的这个休闲的这个农业区吼，以后要成立吼，咱是不是请科长最后佮咱讲几句话？我希望因为借着休闲农业区的成立哈，除了东山以外。我们东山是第一炮哈，那后面其实我们还规划了好多个休闲农业区，像新华啦，甚至迄个其他的部位吼，其他的地区咱有那种休闲农业区的规划哈，但是因为我刚才讲过，咱目前有3个休闲农业区，拢伫90年迄阵成立的。有那足长的时间无成立休闲农业区哦，那我们也在协助，因为地方业者不熟悉，那我们也在协助哈，怎么规划流程？最重要是和人客，因为消费导向，最重要和咱的民众，礼拜当生电欢喜，他才愿意再进来，有人潮才有钱潮，如果民众不愿意进来，那就算你规划的再好都没有用。那重点是如何贴近民众的需求，这点是我们在规划休闲农业区最重要的考量。那我们是让休闲农业区在政府部门的推动跟辅导，那重点在地方业者愿意把他的脑袋思维修正一下，不再是传统农业那一种思维逻辑哈，我干还要种，干还要卖呢，而是把咱的农业翻转成休闲，会当省的农业，而不再是农业改当单纯的农业，是能够寓教于乐啦，就是讲吼，咱甲这个游戏当中来学习吼，互囡仔当这个底吼，他参与之后啊，对着爸爸妈妈来讲。因是一种回忆，美好的回忆，可能是因过去细汉的时候的一寡生活经验啦，那么咱今仔日要来推出的这东山的这个休闲农业区，我咧想未来一定会足成功啦，嘛足受咱民众的这个欢迎那么今日感谢咱科长郭德伟科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东山的这个休闲的农业区，麻烦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下次见哦。